大家好啊！我係朱國威，同大家拜個新年啊！祝大家馬年萬事勝意，心想事成，身體健康，人人快樂。好，首先我同大家今次用一個奇門遁嘅方法分析12生肖運程。咁我會分4個步驟嘅。第一，我先講佢事運啦，事運包括佢讀書啦、工作啦。第二，我會講佢愛情運，愛情包括佢譬如佢感情啊，或者婚姻啊，其他嘅關係啦。第三，我就會分析嘅財運，財運即係佢金錢運，譬如佢嘅儲蓄啊、投資移民都屬於金錢運嘅。第四，我會分析佢嘅健康運啦，睇下健康會唔會出現一啲嘅重大嘅問題啦。好，我哋分析呢個屬鼠嘅人嘅事運咧，咁呢係45分嘅。咁啊，天任開門任重遠，轉職學習障礙年。咁啊，天地盤裏面叫月奇日戊啦，有3粒凶星嘅就係白虎啦、棘刑同埋呢個旬凶嘅，得一粒吉星就係直符星。第一，如果佢今年我哋屬鼠嘅人簽文件方面小心會出錯啦，好彩佢一粒嘅直符星幫到佢，可以減低個錯誤嘅問題啦。咁另外佢第二，佢嘅境運裏邊有天柱星，即係代表佢火煉金。咁火煉金即係佢喺無論佢學習啦，或者升職，或者想考牌，都要出現一啲嘅障礙，可能要考2次、3次至可以合格嘅。咁第三個空月第1、3、7、9月啦，咁要有一啲鋼鐵意志，就可以經過重重困難，就可以渡過呢啲難關啦。咁愛情方面有40分，就天沖幽門破情感啦，爭執不絕淚流流。天地盤方面就係金日火香，屬於燈蛾撲火。咁感情上較為小心啲爛桃花啦。咁屬鼠嘅人我喺感情上注意2件事情啦。第一，男老鼠嘅人因為佢元武星代表感情不忠啦，另外亦都有騰蛇喎，騰蛇代表糾纏不清嘅感情。加上佢喺9月份嘅時候有一個叫丙星啊，丙星代表桃花星，好容易影響破壞佢自己嘅妻子或者女朋友嘅感情嘅。咁如果女嘅老鼠咧，要注意就係3月、4月、9月、10月啦，因為呢個代表屋漏又逢兼夜雨啦，要留意你嘅丈夫啦或者你男朋友會唔會出去會有出軌嘅行為啦。咁屬鼠人今年金錢方面有65分啦，我係天賦生門小財運，合資經營方為吉。咁天地盤方面叫天奴華蓋，本身係屬空，但係好彩因為佢嘅命宮同呢個宮位係個5行比旺，咁變咗就冇咁差啦，就好翻少少。咁注意有7件事情。第一，獨資經營破大財，合資經營會有小收穫。第二，有太陰吉星去發去一啲錯誤嘅風險或者金錢上嘅小問題。空月要留意就係1、2、7、8月。咁呢4個月裏邊咧，特別小心啲金錢上嘅借貸同埋投資，容易有破財機會。吉嘅月份喺9月、10月、11月，如果經營上都一啲小利嘅機會啦。大空就係12月就特別留意，因為呢個月份如果金錢上特別多爭拗同埋訴訟官非啦。咁第6，如果今年我哋屬鼠嘅人咧，我哋從事一啲教育啊或者會計或者副業咧，我可以得到啲小嘅財運，都係屬於唔錯嘅收入。留意第7件事情啦，因為4月、6月咧代表你啲金錢上嘅投資或者銀行上嘅債務可能出現啲突發事情，令你有措手不及嘅機會。健康運方面，屬鼠人今年有40分啦，我見天心死門多災難，屬鼠老少血光病。天地盤方面我叫網蓋天獄啦，對於一啲隱疾嘅毛病要特別小心注意，就唔好輕視，如果唔係可能會一發不可收拾。注意有3件事情，第一，我如果老嘅老鼠咧，66歲咧，小心心臟問題啦。如果比較年紀細少少嘅，譬如42啦同54嘅，留意個三高或者血脂會有啲上升嘅危機。第二，如果18歲至30歲嘅後生嘅老鼠咧，小心一啲嘅潛水啊、行山啊，或者啲危險嘅高危嘅機動遊戲，可能會有啲意外出現嘅。第三，注意空嘅月份啦，4月、6月、9月、10月最危險嘅時候就係呢啲月份，係千祈唔好去行山涉水或者要出外旅行，會較為危險嘅月份。多謝大家收睇呢個節目啦，記得幫我 like、share、分享 CLS 啦。下集我再講其他生肖運程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大家好啊！我係朱國威，同大家拜個新年啊！祝大家馬年萬事勝意，心想事成，身體健康，人人快樂。好，首先我同大家今次用一個奇門遁嘅方法分析12生肖運程。咁我會分4個步驟嘅。第一，我先講佢事運啦，事運包括佢讀書啦、工作啦。第二，我會講佢愛情運，愛情包括佢譬如佢感情啊或者婚姻啊其他嘅關係啦。
第三，我哋就會分析嘅財運即係佢金錢運，譬如佢嘅儲蓄啊、投資移民都屬於金錢運嘅。好，繼續我哋嘅奇門遁甲12生肖運程。咁今集我講嘅就係屬牛嘅人士。咁今年屬牛嘅人士運方面咧有60分嘅。咁我嘅天蓬開門運勢平，不過不失又一年。咁佢喺天地盤方面，我叫天地青龍合靈吉啦，同埋加上去年嘅蛇年太歲，佢仲有啲個好運喺度嘅。不過我要注意啊，佢有個直符白符咧，我屬佢半吉凶星。咁今年屬牛嘅人工作上要注意3件事情咧。第一樣嘢，今年壓力比較大啲嘅，但係亦都係因為啲壓力令到佢喺工作上個能力會成長啦，同埋間接令到佢要增值咗自己工作嘅本錢。咁第二喺貴人嗰方面上，先會有啲改變嘅。咁可能喺環境上自己要重新去適應，去面對啲新人事、新作風咯。咁第三要注意咧，就係1至7月嘅運咧，就係平平無奇嘅。但係呢個運得個去象嘅時候咧，7至9月一個運啊，去翻比較平常啲啦。不過到立冬之後，由10月到12月咧，佢喺工作上有啲新嘅改變，可能佢要需要轉環境啦，或者要轉工作啦。但係都係不妨一試，唔需要太驚嘅。咁外財方面咧，屬牛今年比較低分，得15分啦。我叫天任幽門吉變凶，情變冷靜待觀望。加上全局反陽沖太歲，騰蛇玄武情粉碎。感情上注意2件事情嘅。咁第一就係立春前後，如果已婚嘅人士要小心啲三角關係會影響到你嘅婚姻啦，或者你嘅感情嘅。第二，空嘅月份就係2月、3月、7月、9月，好容易喺呢個時期，因為三角關係令到你嘅感情容易有分開或者離婚嘅狀況。金錢方面咧，屬牛嘅人今年得49分啦。我哋叫天蓬生門入命宮，財來財去要知足。加上天蓬天英天衝會太陰九地財還可。咁屬牛人士今年你注意喺財方面有一件事情嘅。首先佢嘅上半年喺7月之前佢做生意的確會有啲小嘅財運，但係當佢過咗7月之後咧，去到8、9、10、11、12月咧，開始慢慢嘅財會退落嚟嘅。喺呢個時間組就見好即收，所以去到7月左右咧，如果發覺都賺到錢就唔好再繼續投資落去啦，反而見好即收就算啦。咁健康方面咧有20分嘅，因為天柱死門反陽局，咁運動遠行要小心啦。加上天地盤裏邊有阻隔之神啦。同埋我哋有太陰同埋九地，都代表一啲隱藏嘅凶星，所以喺健康方面要較為注意一啲隱藏嘅危險啦，或者一啲嘅頑疾啦。咁注意嘅事情會有3樣嘅，注意嘅3件事情咧，第一樣金木刀傷嘅意外出現啦。第二要小心，若果件嚴重，可能入醫院會留院一段好長嘅時間。第三，空嘅月份就係3月、4月、9月、10月，我會建議你去拜下神啦，或者作下福，可以避一避啲災難嘅。多謝大家收睇呢個節目啦，記得幫我 like、share、分享 CLS 啦。下集我再講其他生肖運程。好，拜拜。